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Channel 65，我係 Lumia。TVB 啱啱響星期一公佈咗一周收視資訊節目東張西望，最高收視21.6點，有139萬觀眾，繼續坐穩一周收視榜冠軍位置。處境劇《我回家》最高收視20.1點，有130萬觀眾。國慶76週年煙花大匯演最高收視21.1點，有137萬觀眾。由孫軒、陳展鵬主演嘅《巨塔》之後，首播週最高收視20.8點，有135萬觀眾。外購劇《華山論劍》最高收視15.5點，有100萬觀眾。由力撐烏克蘭嘅黎芷珊做主持嘅飲食節目《香港美食匠人》最高收視11.4點，有74萬觀眾。周六電影《逃獄兄弟2》最高收視13.4點，有87萬觀眾。周日晚歌唱比賽節目《星秀》最高收視16.7點，有108萬觀眾。周日晚杜德偉音樂特輯最高收視13.1點，有85萬觀眾。有網民表示，上個禮拜冇打風 ，TVB 啲收視即刻打回原形咯。有網民覺得 TVB 啲劇集衰極都叫做有啲人留意下，睇下之前開 TV 播嗰套《我愛九龍城》，套劇做完咗都冇人知。講開 TVB， 早幾日因為響 TVB 冇乜嘢撈，搞到要走去茶餐廳做洗碗同倒垃圾嘅戴耀明，佢響內地社交平台拍片講話收到 TVB 派俾藝員嘅月餅。戴耀明好興奮咁拎住盒印有 TVB logo 嘅月餅，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，同埋大叫我愛 TVB。有內地網民笑到咔咔聲 ，TVB 都冇嘢俾佢做，依家派盒月餅俾佢當係人工啊！有內地網民留言回應 ，TVB 真係好孤寒，派得嗰一盒月餅咁少，我公司都派咗2盒月餅俾啲員工啦。另一位內地網民好奇，點解 TVB 唔派香港美城月餅俾啲藝員呢？有內地網民大嘆，戴耀明俾 TVB 搞到咁，都仲可以大叫我愛 TVB， 真係服咗佢。唔知道係咪因為有太多內地網民響個視頻下方留咗對 TVB 嘅負評，搞到戴耀明都要刪咗個留言功能。講到呢度，休息一陣先。返到屋企第一時間洗面清潔，我最中意嘅小狗寶潔面巾，極細纖維呵護我面部肌膚，仲有凹凸圓形壓紋幫助吸取污垢。最緊要係用完即棄，唔怕細菌滋生，方便乾淨，以後就用佢啦。小狗寶潔面巾，清爽 clear， 零舍 free， 零瑕疵。講起 TVB 嘅藝人，曾經響咸豐年喺 TVB 做過藝員嘅李婉華，最近佢向外界放風，話有可能回流返香港發展。移民咗去加拿大超過20年嘅李婉華，日日響加拿大嗰邊唱衰大陸同香港。點知響最近，佢竟然一反常態，走去數臭加拿大嘅社會問題，仲話加拿大呢個國家已經今非昔比。佢力數加拿大經濟差、治安差，同埋有好嚴重嘅非法移民同毒品問題。李婉華表示，連佢2個16歲嘅孖生仔仔都對加拿大失去信心。佢2個仔仔話好驚讀完書之後搵唔到嘢做。李婉華好擔心佢2個仔仔嘅前途。佢話睇見2個仔仔咁樣，令到佢好心痛喎。其實李婉華講埋一大堆廢話，又話加拿大今非昔比，又話好擔心2個仔仔嘅前途，講到咁誇張，無非都係為咗佢自己回流香港而鋪路啫。有網民驚呼：吓，唔係呀嘛？李婉華千祈唔好回流啊！佢哋班人唔係話好驚港區國安法嘅咩？響香港一啲自由都冇，佢死返嚟做乜啦？其實李婉華可以考慮下移民去印度，話晒印度同加拿大都係佢哋口中嘅民主國家。有網民認為李婉華呢班人根本冇國家觀念，加拿大今非昔比，佢哋班人即刻冇鞋玩劇走。有網民覺得李婉華返到香港應該都揾到食，但係佢啲仔女可能比較濕滯，因為一般響加拿大大學畢業返香港嗰啲都好難揾到嘢做。
有網民表示，李婉華留響加拿大同嗰件鄭敬基一齊日日開直播大叫香港加油，大把手足課金俾佢哋，使乜搞到躝返嚟香港啊？至於另一位比李婉華更早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前 TVB 藝人夏雨，最近亦都響社交平台宣布離開移居咗超過30年嘅加拿大，走去中國大陸定居。講起曾經響 TVB 做過嘅藝人，又點可以唔提下俾 TVB 無理打壓同封殺超過1年，而最近終於脫離 TVB 魔掌嘅嚴明熙呢？早排嚴明熙應邀出席大坑舞火龍活動，主辦單位仲揾咗陸浩明去訪問嚴明熙。有網民驚呼：哇，陸浩唔驚 TVB 小氣咩？佢咁大膽走去訪問嚴明熙。有網民留言回應：陸浩冇乜所謂啦，因為反正佢依家響 TVB 都冇乜嘢撈。有網民表示，主辦方邀請嚴明熙出席活動，仲要揾埋陸浩去訪問佢，擺到明落 TVB 面喎。有網民好奇，啲人又話嚴明熙冇嘢撈，又話佢冇人理，點解依家佢又有咁多活動，又有得做音樂劇㗎？有 TVB fans 講話，嚴明熙出席大坑舞火龍活動，東張都冇報道呢單嘢，睇返啲相，擺到明係舊相嚟㗎喎。另一位 TVB fans 留言附和，咪就係得啲硬照，連訪問嘅視頻都冇，佢哋周圍得啲路人夾月餅，都唔知嚴明熙班 fans 做乜咁開心。再講啊，嗰件陸浩根本上唔到大台，外形又唔得，口才又唔掂，而且經常講錯嘢，所以抵佢俾 TVB 投閒置散。有網民留言回應：你哋班人都戇鳩鳩，個舞火龍活動啱啱響10月5號搞噶。而響早幾日，阿叻陳百祥響公開場合力撐嚴明熙，而且佢仲話今時今日邊有人要靠 TVB。對於嚴明熙俾一班 TVB fans 大鬧反骨，阿叻表示咁都有得鬧，唔通要人哋響 TVB 做一世啊？合約完咗就係完咗，冇話反唔反骨。阿叻講話，世界已經轉變，電視呢個行業踏入黃昏階段，我哋踢一場波嘅網上點擊率閒閒地都10億8億 ，TVB 呢最多10點30點，得嗰100幾萬人睇，都唔夠我哋萬分之一。同埋依家人哋做一場直播已經有100萬位數嘅收入，TVB 根本做唔到呢樣嘢，所以依家仲邊有人一定要靠 TVB 啊？阿叻認為嚴明熙咁唱得，梗係應該望住一個14億嘅市場，而唔係留響一個得幾百萬人嘅地方。有 TVB fans 大鬧阿叻語無倫次，正一老懵懂。冇 TVB 嘅話，邊個識得你呢個陳百祥啊？佢依家十足十啲黃人咁，唔識得感恩，唔識得飲水思源。佢呢個訪問簡直響度教壞細路。有 TVB fans 表示，陳百祥只係一個又窮又失業嘅三流演員，好心佢唔好響度扮代表俾意見啦。有 TVB fans 講話，依家冇人要靠 TVB， 叫阿叻去睇下中年好聲音，一個歌唱比賽令到幾多中年人爆紅啊！有飛天爺爺嘅聽眾表示，幾年前阿叻仲響啲媒體面前勁擦 TVB 對鞋，依家佢竟然走去數臭 TVB， 佢咁做真係好肉酸咯。而一向盲撐 TVB 嘅飛天爺爺，亦都響社交平台出貼暗串阿叻，佢響貼文中淨係打咗3個字，叻到咧。任滿天消息怎轟炸，負能融入汽水，喝掉它。We're gonna rock it up, we're gonna rock it up。沒法將青春給複印，緋聞從未贈予所有人。We are just who we are, we are just who we are。Hey girls，點樣先算完美？哪個沒過失？美已是世一。提提大家 ，Channel 65已經開通咗頻道會員功能，每個月5蚊。你就可以擁有 Channel 65會員專屬徽章同埋4款嚴明熙 emoji， 歡迎大家加入 Channel 65成為會員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